8月峰会对11开始连续2天，要伫咧立陶宛首都举行。这届峰会力度西亚是正紧，8月成员31个国家，其中有16国派兵去到当地要维持治安，确保这峰会会当顺利进行。不过，当咧受到战火吞噬乌克兰，敢有法度加入北约呢，也是这届焦点。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就大声表态呀，伊讲战争就还未结束，目前是不适合加入的。 美国总统拜登初到飞去英国伦敦，伫11出席立陶宛北约峰会进程，准备先甲英国首相苏纳克进行会谈。那拜登顶日以乌克兰特别无武器为由，宣布要提供俄国已经有123个插有禁用的急速炸弹，伫国际间引起反对声音。北约内部也出现分裂的意见。苏纳克伫拜登造访进程表明，英国无赞成美国决定。Well, the UK is signatory to a convention which prohibits the production or use of cluster munitions and discourages their use. 这摆的北约峰会11到12会伫立陶宛登场，北约31个成员国领袖会同在伫首都维尔纽斯，因为维尔纽斯离白俄罗斯只有大约32公里，离俄国也只有151公里，是俄俄战争爆发以来北约峰会举办地点离俄国上近的一摆，所以北约其中的16个成员国已经派出1000名士兵甲各式的军事装备保卫峰会安全。那立陶宛为今年热天开始，就已经伫白俄甲俄国边境增派3部的 巡逻能力。 This situation is really very tense because of aggression of Russian Federation against Ukraine. So it's already on a very, very high level. 立陶宛北约峰会的当头戏就是俄乌战争，甲感谢达成共识，和乌克兰加平。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表示，伫俄乌战争结束进程无适合和乌克兰加平。那么因为北约共同防御的义务，所有成员国拢向加入战争，德国也无赞成和乌克兰相近加入。北约秘书长顶日表示，这摆峰会目标就是继续挺乌克兰抗拒。 And then the most urgent task, and all analysts agree on that, is that we will stand by Ukraine. We will provide support to Ukraine for as long as it takes, because unless Ukraine win this war, there's no membership issue to be discussed at all.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这摆也受邀误会，伊行前接受美国 ABC 电视台专访的时强调，伊会伫峰会期间极力呼吁北约成员加紧乌克兰加盟的进度，因为90%的乌克兰民众拢希望加盟北约。那随定加盟一直和通讯卡关，也是峰会讨论重点。公司新闻记者王庆平。